台南新老病院小儿科医师陈柏松表示，过敏性鼻炎是一种慢性呼吸道的疾病，在成人甲儿童都有真悬的盛行率。其中上明显的症状就是流鼻水，但如果小朋友莫名其妙的流鼻血，嘛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所造成。现在刚好季节在变化，也在冷热变化，小朋友的过敏啊，大人的鼻子过敏都会变得比较严重。那么再分享一下鼻子过敏常见的症状啊，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状况？特别像是流鼻水啊，它的特点是会有青色的鼻水啊，那会同时比较严重一点会有眼睛痒啊、鼻子痒这样子的症状。那甚至像今天分享流鼻血都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造成的症状。是前一阵子有遇到3个流鼻血的病人，那对，因为真的是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啊，他们也在治疗之后有改善。那这样子我们会觉得是那个跟过敏性鼻炎有关系。那回头去看文献，其实流鼻血的确也是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之一，不过相对来说的确是比较少见，没错。鼻子过敏的话，第一个它基本上不会发烧，那它的流鼻水的表现也都是透明的鼻水为主，那配合会同时有一些鼻子痒，甚至严重一点的话，还会有眼睛痒，然后常常揉眼睛这样子的症状。那如果是有出现黄色的流鼻水，黄色或绿色，那或者是单边的鼻子很塞，甚至有嗅觉丧失这样子的状况的话，甚至可能比较严重，我们会建议来找我们的小儿专科的过敏科的医师，然后我们如果有需要，会帮转介耳鼻喉科医师来做进一步的检查跟治疗。虽然家长表示小朋友伫个无乌鼻孔的状况，一礼拜流2-3天的鼻血，但经过问诊，发现小朋友有定发性的拍甲手、杂片、加鼻孔肿，甚至目睭红或者是肿，这拢是过敏性鼻炎常见的症状。因此，医师呼吁，如果小朋友莫名流鼻血，一定要找出正确的病因，由小儿科医师或者是专科医师来诊断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